今天是2005年3月10几号，12号。咱们先复习上一课，然后再讲新课。现在都是讲句子了。大家感觉这个规则是不是挺简单啊？是吧？规则很明确，它就是碰到一些情况呢，有一些变化。这个藏语这个语言呢，那个语法好学，是吧？哎，它很规矩。咱们就一边学新句子一边来复习啊。57页，先来这个复习啊，开始。开架带毛糖切位，开架带毛糖切位，都见银呐，都见银呐，记起日绝，记起日绝，康那色东月提日古，康那色东月提日古，绝被恰瓦绝阳绝，绝被恰瓦绝阳绝，俺被贤君主我写，俺被贤君主我写，聂大内尼迪拉角儿，聂大内尼迪拉角儿，却大唐三，却大唐三，汉记米萨呢，汉记米萨呢，大江三米少，大江三米少，俺空包桥塞，俺空包桥塞，红根月道，红根月道，他尼爱南林给三月，他尼爱南林给三月，江北江包江前景，江北江包江前景，江北珠帮江八前，江北珠帮江八前。好，复习就到这儿吧。啊，今天其实那个什么，要不要再来一遍？你们再来一遍吧。其实应该每个句念2遍哈，再来一遍吧。我觉得一遍太快了，再来一遍啊，翻回来。开架带毛糖切位，开架带毛糖切位，都见银呐，都见银呐，记起日绝，记起日绝，康那色东月提日古，康那色东月提日古，绝被恰瓦绝阳绝。绝被恰瓦绝阳绝。注意，头一个是绝，鸡曰绝，第二个是知曰绝，哎，把它分清楚。下边一个啊，俺被贤君主我写，俺被贤君主我写，聂大内尼迪拉角儿，聂大内尼迪拉角儿，却大唐三，却大唐三，汉记米萨呢，汉记米萨呢，大江三米少，大江三米少。翻过来，我把这个句子读完，咱们试试啊。俺空包桥塞红根月道，俺空包桥塞红根月道，他尼爱南人给三月，他尼爱南人给三月，江北江包江前景，江北江包江前景，江北珠帮江八前，江北珠帮江八前。就到这吧。咱们来看新的句子啊。下边一句呢是生给这个样，生给这个，生给这个样，生给这个，生给是这个新格狮子，这个很多人都起这个名字。生给咱们看怎么着啊？这个样，这是这个饥饿。咱们前边有那个叫因为饥渴几千人几百人死了什么这个样。米脏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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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米是否定啊，姜是也。狮子饿了，狮子饿了，这应该是个动词，应该是个过去时是吧？咱们看是过去时吧？前加法后加撒是吧？
这应该是个过去式，就是狮子饿了，已经成结果了，已经饿了。姜是这个也，狮子饿了也怎么着呢？米脏外，米是否定，脏，注意跟咱们汉语这个发音你不要管它，脏是什么呢？脏是干净，脏是干净，主要的意思是干净，然后这个还引申出来一些什么意思呢？就是完满，这个就是这些的意思，主要意思是干净。米脏味就是这个不干净，这是一个这个恰好跟汉语的那个发音呢，意思相反，你可以帮助你怎么联系记忆啊。脏是这个脏妈是干净，米脏外就是不干净。他这个话没说完，后边啊，俺是不好，俺是坏。狗是这个呕吐呢，这个词呢跟这个俺坏合起来呢，就代表那个吐出来的东西，吐出来的那个坏东西，吐出来的说坏不好，所以就一般坏嘛，就反正是不好的东西，那个吐出来的就说是脏东西，所以是吐出来的脏东西，就名词就组成了一个名词俺句，撒瓦日米节奏，这个撒就是吃，这倒很简单，一个字母一个动词，撒就是吃，撒瓦就是吃。米节这个且，因为它在后第二个字节，你也可以米且多，它也没连读，米是单独读的，且多，也可以那样读，也可以连读，但是一般呢，它前边要是连得紧了呢，再发那个吐气不好吐，所以有时候你读这个节也没问题啊。米且多就是米就是否定，且就是能，是吧？咱们说过，能做，什么意思呢？不能做吃。这个不能呢，其实它这个地方不太强调能，一般这个且呢就强调是什么呢？这个就是那个现在时，就是强调现在时，就是现在时动词呢加且正在做，就是，所以这个它不强调它本身的意义，就是一个语法意义，它做一个词尾，强调前边是现在时，不吃就是不吃脏东西，不吃这个吐出来的东西。全句合起来就是什么呢？说狮子饿了也不吃不干净的吐出来的东西。你看全句咱们再看一下，狮子即使饿了它也，然后这个也呢，这个时候这主语完了就要看最后，看动词，然后再看宾语。也干什么呢？也不会去吃这个不干净的吐出来的东西。这个谚语什么意思呢？这个有类似的那个，就是说狮子呀，这个好像从来不吃其他动物，吃剩下的东西。就是说这个狮子王嘛，很这个有尊严哈。咱们来看这个，再读一遍，意思都没问题了吧？你们还有就是这个不清楚的呀，你就问，顺嘴问呢，给别人也加深印象，这样的话把那个都搞清楚。前头咱们问的比较少，你们记得啊，加强问啊。把一些这个就是你现在问呢，就是一个是本来很简单的问题，你一问呢清楚了，你要是不问呢，慢慢攒起来，到最后呢都隐藏了，习惯了就成了那个隐藏问题。所以咱们这儿就是来回交流多一些啊，你们多说话没关系啊。生给这样米脏味俺句啥玩意米节奏生给这样米脏味俺句啥玩
眼具撒瓦尔米切多。咱们两种读音都练练啊。连起来试试能不能来一遍啊？连起来就是一句一下啊。生给这个米张位，眼具撒瓦尔米切多。好，咱们再来一句啊。秋带绿切，秋是水，这个后边这个不带这个撒呢是达是那个月亮，打哇是吧？打哇是月亮。这个秋达就是水月，就是水里的月亮，水中月就是水月，加上撒是做这个主语，就是这个看它干什么啊？水月干什么？后边这个是绿，咱们看这个绿是什么呢？就是欺骗。这个诱骗、引诱、欺骗都带有那个诱骗的意思。欺骗你得给他一个假东西啊，欺骗他，所以引诱、诱骗。这个你一看呢，这就是个过去时，是吧？前有爬后加撒，这是个过去时。撸中间那个撸就是欺骗。这个且是这个过去时呢，过去时的那个做，且是过去时的那个做的过去时，就是那个且的过去时，做的过去时，加在这个动词后面呢做词尾，就表示这个是过去的事儿，强调它的这个过去时。过去这个被水月欺骗的，水月欺骗过，水月欺骗过的，水月是主语，欺骗过谁呢？是昂巴乙，昂巴咱们前头说过是这个大雁、野鸭子、天鹅，反正就是这一类的。这个你就看这个行文里头，它可能像这个呢，它是在这个池子里头吃那个莲藕，它吃莲藕的，所以它这翻译的是这个野鸭子。这个昂巴乙是这个是句格，就是这个句格出现的少。咱们一般句格是 k 是吧？ k 加上撒 k 是句格，就是那个用的加上撒就是句格，咱们说过属格加上撒就是句格。这个乙呢用的比较少，也是的，是单独一个字节可以用单独一个字节的那个的，它呢就是句格，就是这就是叫连环。这个句子里头呢，它是这个宾语哈，是水月欺骗野鸭子，但是整个这一句呢又做一个主语，就是整个这一句下来昂巴啊，不是整个一句做主语，是那昂巴呢又做了后边那个句子的主语。藏文里头这种情况比较多，就是你看前边这一句的关系你搞清楚，是水月做句格欺骗过野鸭子，这是一个句子完了。现在呢他接着来，就是野鸭子做句格做主语，后边看他干什么？您是那个一天了，一个白天的那个您一天，您摸呢是这个就是白天，摸就是加一个词尾，就好像加一个巴娃那个妈摸波，都是这就是白天。白天昂就是野，白天野。白扎，这个把后边那个扎换成麻，白麻是什么呀？白麻，欧玛尼白梅红，白麻是莲花，记住这也不用记，这个因为用的太多了。白麻是莲花，藏族人好多起名字也叫这个白麻，白麻就是莲花。这个
嗡玛尼，玛尼是摩尼，摩尼就是宝珠的意思，摩尼是珍珠宝珠的意思。嗡就是每个咒的开头都是嗡，就包含一切字义的那个很丰富的。嗡玛尼就是宝珠。嗡玛尼白梅红，白梅是把麻加了一个枕抱，变成梅。你不要这个枕抱呢，就是白麻，就是莲花，就是莲花。白梅红，红就是那个咱们说的那个最后的祝愿词。所以这个观音的六字大明咒呢，实际上就是莲花中的宝珠啊，祝愿大家这个一切如愿。这是最简单的一个解释，要是解释深起来呢，就意蕴无限了，咱们就用这个语言解词这样。嗡玛尼白梅吽，嗡要读的时候要读然后加一个嗡玛尼白梅吽，吽是也是呵乌，然后 m 加 m， 呼就是发呼的音，呼然后 m， hum， 嗡玛尼白梅吽，对了，嗡玛尼白梅吽，这是藏文的发音。你看一下，嗡那个上边有一个小圆圈，那个那若上边一个小圆圈，那个小圆圈就读 m。嗡那若不是读 o 吗？嗡玛尼你好看，妈就是妈，你就是那个你反写过来读平声，你又可以过。嗡玛尼白梅，白梅它那个写的是交叉在一起的，横着先读前加字跟那个基字，竖着去读那个元音跟下加字，是分两个读的。横着白就是这个白就是这个白，然后呢，他给后边那个就是后边那个字啊，加一个枕抱，下边又加一个麻，白单独读，然后上边的枕抱跟下边那个麻合起来读，梅就是那个火的那个梅，白梅 home， home， 它那个是哈呵的声母，然后乌是写不就，呵乌呼，然后它也有那个那若圆圈，也是用 m 做结尾，所以 home。嗡玛尼白梅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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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嗡玛尼白梅吽。下次你们练练。这不是白麻，这是白扎，扎是根儿，扎是那个根部的根，咱们前面也见过。白扎就是那个莲花的根儿，莲藕的根儿，莲花的根儿就是那个藕。后边撒米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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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撒还是吃，米否定，芥就是表示现在不吃，表示现在时不吃。现在咱们学的是这个现在时，整个句子呢，咱们来看这个意思啊，说背这个，这在汉语里头就不习惯拿水月当主语了，就变成说被水中月欺骗过的野鸭，他又做主语，他呢白天也不吃莲藕，什么意思呢？就是
你看他这翻的好，他翻成月影，水中月，水中月它叫月影，什么意思呢？就是晚上这个野鸭子在那个湖里头啊，他看到那个就是水里头白白的，就是实际上是月亮的影子。月亮的影子，它一游啊，那个月亮影子它不会是那个圆的哈，它的波一弄成一段一段白的，他一看呢，以为是莲藕，他就去吃，结果吃不着怎么着呢？到白天之后看见莲藕他也不吃。哎，这个比喻这个愚蠢的人啊，不会看问题本质。咱们再来读一读啊，这都是总结的很好的生活经验。实际上我们平常啊经常犯这一类的错误。秋带绿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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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硬巴伊，硬巴伊，人毛白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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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啥米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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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秋带绿切硬巴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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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毛白杂啥米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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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咱们再来一句啊，59页。先看一下前边啊学的一个，稍微总结啥？前边学的这个主要是这个现在时，自动动词的现在时。现在时呢，现在看来是有这么3种这个表现形式。第一种就是用动词的现在时，就是原形直接来表示现在时，这是一种。第二种呢，就是58页上边的。第二种是加一个 kin 约，加这么2个 kin， 因为它加在动词后边一连读就成了 gin，on gin 约多，就是说加一个 kin 约 kin 美，口语里头这个 gin 呢就成了那个 gi， 直接一个就简单一点了。这个呢，就是这是它的一种形式，就是可以加词尾，强调它的现在时。第3种就是下边那个3，就是加这个且，就是做，且是这个做的现在时，加在后边呢，就也是强调它现在时。这个且呢，有时候有它这个本字的那个意思，就是能，强调能做什么。你看那个头一个就是柔能克刚，柔又能克柔，它强调能的意思，所以它有这种意思。那个约呢，也有，好像有时候也是那个强调现在有这种情况，现在出现这种情况，它也有这个词的那个意思。这是现在时，可以加2种词尾给现在时。下边呢是未来时，未来时呢看怎么它有几种做呢？它第一个也是可以单独，就是用一个词的未来时单独做谓语，这个咱们比较简单，咱们先来看这个例句啊。第一个，为单独做谓语，否定是用加一个弥。咱们来看头一个啊，说达奇瑞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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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达就是我了，我。七瑞，咱们现在七月度，咱们也比较熟悉了吧？那个七是外边，瑞是边儿，七是外，瑞是边儿，度是那个方向，表示方向的。七月度就是向外边，后边啊恰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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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恰是什么呢？恰就是走，它这个走有什么特点呢？就是有这个溜达的意思，你这个就是转转看看，随便走，对，有这个。然后这个经就是河，河，咱们再往后边啊。demo 大日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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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mo 是热闹，咱们那个前头学过，热闹。这个大日是这个不要后边那个日啊，大是看的什么时啊？
这儿是看的什么时啊？未来时。哎，他那个搭是看，然后前加爬是未来时，哎，他这个就是一个规矩的变化的动词，搭是未来时。搭为什么要加然呢？加这个拉宾呢？它是那个后边那个着的目的，着是走，是句中词。着我呢，主语是我走，哎，着是注意这个着是这个走的现在时和未来时。为什么呢？你看这个着，它既然有前加字啊，它的未来时呢就不变，对吧？前加爬它不加爬，对吧？有前加字的都不变，所以它的现在时跟未来时是同行的，哎。然后注意这个字，因为常用，咱们在后边接着记啊。你记住这个着的这个这是现位，你就写个现位都是着。然后它的那个过去时是特殊的，哎，过去时是非常特殊的。过去时是什么呢？是沁，帕约度沁吧，是特殊的，它根本就不合规律。沁怎么写呢？是帕雅大掐 K 固沁哪沁，你们能不能写出来？帕雅大就是一个八里头加一个小斜杠，那个帕雅大是加一个嗲，加一个那个雅，就是下加字是雅。帕雅大掐 K 固，上边加一个 K 固。沁哪沁，后加字是拿，写出来没有？哎，下边是就是那个半个，就是这么一个那个半个月亮那个，对，沁吧，帕尔都沁吧，就是帕是对，帕瑞是对岸对边，沁吧到彼岸到对岸去，沁吧沁，这是这个过去时很特殊。命令式是什么呢？是松，松是撒那若松啊松，撒那若松那若，原因是那若一个小燕子，撒那若松啊松啊，后加字是啊，嘎咔咔啊，就跟那个右框似的，啊，松是这个命令式，注意这个字很特殊，这个松是命令式哈，但是呢也是过去式，也是一种过去式。它这个就是说等于它这个字的过去式有两个，一个是沁，一个是松，还有一个这个我想一下啊，还有一个过去式啊，它都加撒送，好像送，就是这个走的这个过去时啊，比较那个复杂，既不合这个不合变化规律，又比较多，又比较复杂。就应记着的现位都是着，它那个前不能加爬，所以都是着，这两个不变。它的过去时是沁跟送，松又可以做这个命令时，咱们单独记它啊。咱们来看这个全句的意思啊。我主语完了，咱们直接跳到后边看谓语，走，我走，往哪儿走呢？前边加一个拉，加一个拉丁。说我走，前边是搭是走的目的，这是谓格，就是我走是为了去看，我去看什么呢？看 demo。就是看热闹，我去看热闹。经不光去看热闹，前面还有一个动作。前面有个什么动作呢？恰是什么？恰就是溜达、转一转、走一走、看一看。恰往哪儿恰呢？都往这边恰，往哪边呢？气锐。我到外边去走走，顺便看看热闹，做两个动作。看下边翻译的叫我到外面走走，去看看热闹去。经是和，就跟那个兴啊、堂啊那个，这都是常用的。还有不清楚的吗？把它这个关系搞清楚，
咱们来读一读啊。达七月度恰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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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摩达日卓，德摩达日卓，德摩达日卓，德摩达日卓。哎，这是语法意义是什么呢？就是说未来时动词可以直接表示未来时。这个里头的未来时动词呢，你看有3个，最后一个着是未来时。哎，因为他这个他说他告诉别人说我到外边走走看，他还没开始走，他意思就是说我将要去走，我打算去走，所以他是未来时。结果他前边那个大也是未来时，哎，我想去走走，去看看，然后那个恰呢也是未来时，哎，这就是未来时这个就是单独做这个可以做表示未来时。我刚想起来，我讲的第一句话呀，咱们语法没分析，回来分析。狮子饿了也不吃不干净的东西，看最后撒瓦日米节奏。它这个呢是撒瓦，这是现在时，撒是很规矩的一个那个变化，撒是现在时，撒瓦。米节这个咱们说了，且它就是做的现在时，这是现在时加现在时词尾，强调现在时。如果现在不做，就加个米。所以呢，这是现在时的一种表现方法，就是现在时也可以单独拿一个现在时动词做，也可以后边加一个且，也可以后边加一个根约，哎，也可以这个否定的那个根约就是成了根米，哎，否定的且就成了米界。我刚才想的，到后来给忘了。下边那个也是，哎，撒米节跟上边一样，不吃。都是现在时。现在呢，我们讲的是未来时，就是将要做的事情。现在你看，它就是3个都是未来时，这是用一个动词的未来时直接表示未来时。咱们下边再看一句啊，这是属于比较简单的。我西，我西死，哎，这个死呢，就是这个过去时了。注意，这儿咱们顺便也慢慢的，咱们因为学了动词了，咱们慢慢就来增加这个知识。这个西是过去时，它的原型是什么呢？是沃前边一个啊，前加字是啊，沃恰给估七，沃恰就是那个一横下边2个小圆圈那个，哎，恰给估上边一个给估，恰给估七，哎，这就是死，这是它的现在时。那个下边2个小圆圈，恰，因为啊，对，因为咱们没有那个小黑板，我就在这尽量描写了。这个就是这个系是死的过去时，它的现在时是沃恰给过七哇，哎，就是死的意思。这个词没什么别的意思，就是死。它的过去时就是西，所以你看到这个西就是死的过去时，七是它的这个，咱们七前都出现过。我这记着了，48页第6句，48页第6句。第6句出现了它的那个现在时，说下给丘那王多的，会丘那七大国，哎。48页第6句，七大，死的主人阎王爷，七大，这就是他的那个原型，就是他的现在时。西它是他的过去时。好，咱们再回来再看这一句啊，我西我死了之后，下边啊，土空内道，这个。先说这个空，注意啊，空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孔洞的孔，就是孔子的孔，空你就跟那个孔就是小洞，就是洞，哎，穴用这个文言点的词叫穴，
洞穴。空就记就是孔，就是孔洞，就是一个洞，哎，空就是空，就是孔洞。土日这个就跟它连起来记就行了。这个土日就是墓地坟地，土日就是墓地坟地。在藏区啊，他们指那个就是那个叫他们有天葬习惯嘛，天葬场也叫土日。土日空就是墓穴，就是他这个墓穴呢，可能就是指的他要那个土葬埋的那种哈墓穴，咱们也叫墓穴，因为你要挖一个坑挖一个洞嘛啊，哎，埋进叫墓穴。土空，所以这空这个字呢，可以跟那个孔洞的孔连起来记。土空呢，就是从这个墓穴中，从墓穴里，乃不是有从什么里头吗？看，我死了，从墓穴里头看，将从墓穴里头看，看是未来时，哎，什么意思呢？这是米拉日巴他父亲临死的时候，把这个米拉日巴跟他母亲交代给了他的叔叔啊，说这个孩子还小，这个你来帮助，先来照管这个家跟财产，哎，以后等孩子长大了呢，你再这个交给他啊。说完了之后呢，就说这个情况你执行不执行，执行的怎么样呢？我死了之后啊，我会在墓穴里头啊，我会监督的意思，我会看着的，哎，这个意思。咱们来读一下啊，语法上没什么问题吧？主语是啊，谓语是搭一看前加法就是一个未来式。我死了之后啊，将会从墓穴里头啊监督着这件事儿，就这个意思。其他的就比较从墓穴这是个状语了，以什么方式来看，怎样看，所以这是比较简单的。咱们来读一下啊。我西土空内道，我西土空内道，我西土空内道，我西土空内道。好，咱们再来一句。开背卡哇，开背卡哇，开背卡哇，开背卡哇。开巴是什么来着？开巴，智者、学者，一般时间就是讲学者，就是说在某方面，有学问、有技术、比较精通的人。佛教呢，发展到这个讲智慧方面，就是智者。智者呢，卡哇是做的未来时，咱们说过未来时表示所，卡哇呢就是所做的什么呢？一般表事情，所做的事情，所以卡哇就变成了事情的一个名词。它的这个动词的原意是所做的，名词化嘛，卡哇所做的事情，所做的事儿。所以卡哇是事情的名词。马银贝，不是的，不是的。咱们看后边啊，卡哇谢gang，卡哇又是事情，跟前边一样。谢是知道，知道的现在时。gang是也。后边米桥，这个周老师这一句读的就是米夹哦，因为那个后边发送气不好送，所以就那个米夹哦，都可以。整个句子的意思是什么呢？说智者是主语，谁是谓语呢？米夹哦是谓语，就是不做。前边是gang是也不做，在前边是知道啊，这个知道还有什么意思啊？还有会、能、善于，还有这个意思。这个知道还有会，就是卡哇是事情，说这个事情啊，他即使会做，他也不做。说什么样的事情他会了，他也不做呢？前边有一个定语，马银贝。马银贝就是不是的事情。什么叫不是的事情啊？就是不是事儿，这不是
这不是事儿，这不对头就是，里头有不是，就是说这个从道理上不对，这个不正当，不合理，那样的事儿叫不是的事情，就是不合理的事情，不应该做的事情，不是事儿的事儿。他那个智者呢，他即使会做，他也不去做。这个前边呢还有一个卡瓦是什么呢？是这个马寅的宾语，它不是一般是宾谓倒置嘛，是吧？动宾倒置嘛，它的动词在后，宾语在前头，就是不是事情的事情。整个这个就是不是事情，那就是说不是事情的事情，就是说这个事情不对头，肯定，对吧？你不是事情，你还加事情，肯定这实质上这不是事儿，不对，就是这意思，不是事情的事情。你看整个句子就是智者不做前边有一个也算副词吧，就是会做他也不做，会做也不做，这是这个动词前边加了一个状语，这是一组。然后前边宾语是卡瓦，事情加了一个定语就是不是事情的事情。智者呢，即使会做，也不去做那些不应该做的事儿，就是他这个翻译的时候，他因为按照这个藏文的词序呢，他就翻成上说不应该做的事儿，智者虽会也不去做。咱们来语法意义呢，就是卡最后那个动词卡是做的未来时，米卡就是不做。这显然这个事儿还在谈论当中，不是他已经做的，是谈未来的事儿，所以他用未来时。不应该做的事儿，智者会了也不做，就是用一个动词的未来时直接表示未来时，就是这么个简单的语法现象。咱们来读一读啊。咱们也来熟悉一下这个卡的这个变化呢，53页，咱们来看一下53页。现在咱们开始，就像这个是最长53页，中间就是上边3组下边3组那个最后一组，这个要好好记。咱们说过这是最重要的一个动词了，没有超过它的了。且是这个现在时，是原形。这个动词呢是个特殊变化，你也可以用这个来记这个特殊变化。什么特殊变化呢？本来是前不能加爬，因为它本身机字就是爬，前边不能加爬，不能两次爆破，后边塔扎不能加撒，本来应该是不变的，但是它呢不讲理，就是那个撒呢强行把后边塔扎全部去掉，后边完全按照撒的那个规矩来，就这么强行，这是一个典型，而且甚至连原因都就是按照那个动词的变化来了。咱们看它的全部变化啊。如果说前不能加爬，后不能加撒的话，它是强行把塔扎去掉，那前不能加爬，未来时就只好剩一个卡了。所以呢，这是合规矩的。过去时呢，前不能加爬，后可以加撒，所以过去时加个撒。未来时呢是加这个跟那个过去时一样，但是呢，它这个o 强行让它参加o，所以呢要加个哪若。所以它是一个特殊类型，记住，就是强行把塔扎全部去掉，完全按照正常的这个变化来变化，这是非常特殊的。它就是一个你非常特殊，用它一记呢就变成了一个类型了。且正好这样来回反复的说一说，这个最重要的东西就记住了。且是现在时，卡是未来时，这个且是这个过去时，且是命令式。咱们读一下啊。且卡且第一个现在时跟中间的过去时读音的差别就是第一个呢是口张的小一点，且卡这个口张的大点，且就是且口张大一点，且好，这一套动词以后是常打都要教到，而且很重要。咱们再回到这个第3句这，
59页第3句这，智者不做会也不做那些不应该做的事情。咱们再读一下啊。开背恰哇马银背，开背恰哇马银背，恰哇谢江米加奥，恰哇谢江米加奥，开背恰威马银背，开背恰威马银背，恰哇谢江米加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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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周老师读这个马音呐，他是马音连读，白读了个轻声，他读成这样了，他是开背恰哇马音背，开背恰哇马音背，恰哇谢江米加奥，恰哇谢江米加奥。这个你们根据自己习惯吧，两个都可以。一般来说呢，这个马跟那个动词结合，如果动词后边有那个跟着还有其他音节的话，应该是分开读，马银背应该是这样读。但是周老师读的是马音背，就是马音，他俩连读，然后后边读一个轻声，无所谓了，你喜欢哪个就来哪个啊，这个就算。最后本来应该是恰奥是吧？但是那个现在是等于他放到最后面，给他读成夹奥啊。不是，他这个读夹完全是因为跟那个前边是个谜，就是如果连读的话，第二音节送气变不送气，记得这个吧？连读的话，他这个没有连读，但是他跟得太紧了，所以你送气来不及，就是第二音节送气很别扭，所以很多词啊，这个无所谓，很多词就是第二音节甚至它不应该那个变化的哈，你在第二音节你来不及，你就不送气就完了。对，因为我经常就是糊涂，就是说他这个到底是读夹还是读掐？这个是无所谓，根本就是不影响任何那个，就是随便，不要为这个犯愁，它纯粹就是一个那个就是发音问题。人们懒了，你看那个周老师好像有一次也是，但是那个你要到藏族人里头，那就是唐多费劲啊，当，你就他们都当，就省劲儿。这个周老师也咪当，对，那肯定他读累了，他就你唐就得送气，你当就得省，这是个自然的。人们说话呀，他慢慢肯定他不会找着那个费劲儿的去说去，他肯定是越来吵越省劲儿的。这个不要费功夫啊。再来一句，咱们看是再来一句啊，下边一句。正好咱们弄完这一句休息一下。现在还是什么呢？就是动词的未来时，就是直接做表示未来时，这是最简单的。咱们来读一下啊。帕明堂，帕明堂，帕明堂，帕明堂。帕是什么呀？父亲。明是哥哥，兄。明是名字的名，但是呢，他又是哥哥。那个米拉日巴，咱们前面学过一个，他说明星是吧？我兄妹，明就是哥哥，星就是妹妹。帕明就是父兄，父亲和哥哥。堂就是和。米切贝，米是否定了，切咱们前头有见过，是那个会面、见面、会合。遇到碰到，这个米拉日巴逃跑之前呢，想跟母亲再拆一下，结果呢，因为有敌人，所以就赶紧逃跑了。这个拆就是那个，这个拆呢是米拆，就是不能见面啊，不能看到，不能会合。呗加个八就变成了这个一个名词词组，这样可以后边加 k 不移了。米切贝就是不能见面的，撒就是地方，不能见面的地方，和父兄不能见面的地方，不能和父兄见面的地方。这个应该是这不是米拉日巴里头的，这是另外一个，这肯定是这个他的弟弟妹妹们说了，不能跟父兄见面的地方。后边他人他是什么呢？是这个距离，
距离，短了就叫间隔，短了就叫间隔，长了就叫距离。咱们一般就记距离吧，距离，ring是远长，哎，对，长，主要基本意思是长。那距离长，哎，就得换个字儿，就是距离远了，就是距离远。这是什么呢？这是那个撒的形容词，撒是地方，这个地方跟一个形容词就是它人就是距离远，哎，距离远的地方。ter 是指的那个地方，是吧？这是个指代词了，那个地方。ra 是拉丁，就是说像这个地方。后边雅民着，我不去，着也有去的意思，着走去，哎，我不去。这个去，因为前边有一个啊，那个前边跟那个词连读的时候呢，它就带一个那个鼻音，哎，迷就变成了民着，哎，这个也是不是这个特别重要啊，就是顾得上你就带，不顾也没关系。你看这个着是什么呢？就是现未同行，对吧？这个地方因为他还没走，他肯定是别人说你那个去哪吧。他一看他要离开家，他说那不行，那种与父兄不能相见、路途遥远的地方我不去。哎，这是个未来时，我不去。咱们来看一下这个全句，再看一下啊。和父兄不能见面的地方，然后有个形容词是非常遥远，就是说这个路途遥远、距离遥远的地方。ter 那个地方我不去，哎，这个语法比较简单啊，就是直接用未来时就完了。咱们再来读一读啊。哈明堂米切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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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撒他人te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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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雅民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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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明堂米切贝，哈明堂米切贝，撒他人ter，撒他人ter，雅民着，雅民着。休息一下。上节课咱们讲的是这个自主动词的现在时，现在我们开始讲这个未来时了。现在时呢有3种表示方法，一个是动词的现在时来表示现在时，第二个就是动词的现在时加一个긴月，第三个就是动词现在时加一个빠르且。现在呢这个未来时呢其实也有这么3种这个情况。一个呢咱们上节课学了，就是动词的未来时直接表未来时，这是第一种。下边呢那2种呢跟这个现在时那2种啊相对应，就是说它也有2种就是可以加词尾的。现在咱们就看这个59页下边2，就是加词尾的。第一种加词尾可以加什么呢？就是未，注意啊，或现，注意这一会儿咱们再讲啊。未来时加一个吧或者加一个哇，加个银，这样构成这个未来时谓语。哎，强调这个就是，你看那个58页最上边那一行，这个现在时它是加的月，跟月，给月，哎，这加的是银。你可以对照一下，现在时是月，这是银，这个未来时是银。咱们来看一下这个未或现。主要是我建议一下，你看咱们这不是讲了未来时加吧、娃、银是吧？哎，构成谓语。对。然后咱们现在不是还没有讲句子吗？现在就开始看下面的几个划线的词，那个形态不是记住了吗？然后呢，咱们再一个一个。好，咱们试一试啊。就对上了。好，咱们把这个未后边这个括弧解释一下，说或现，说未来时本来应该是未来时加银是未来时哈，说为什么现在时加银也是未来时呢？这是一种这个语言现象，就是什么呢？他说的是未来发生的事儿，但是呢，
他用现在时动词，为什么呢？他为了说的更真切，就好像正在发生一样。这是一种修辞，这个修辞方法，就好像我们讲故事一样，本来讲的是这个就是说将要发生的事儿哈，但是为了说的那个真切啊，他都用那个现在进行时，为了说的好像跟真的一样。这是一种语法现象。下边咱们按照政委这个建议，咱们来看一下啊，说未来时或者现在时加上八加上引来表示未来时。这个现在这个不太合适，因为什么呢？现在这个判断未来时啊，它要求用句子的意思来判断，就是如果现在时加上引，它为什么是未来时的时候，这个意思完全是从句子的意思判断的，所以这个建议在这儿呢，那个不太适应。咱们就先看第一个啊，第一个那个划线的那个啊，浊瓦引，这是比较标准的哈。浊是未来时，这个注意，这个正好也是什么呢？正好它虽然是未来时，但是它的未过那个现未同形。现未同形呢，那究竟是现在时还是未来时呢？要靠这个句子的意思来判断。你看啊，浊瓦引，这就是就是说浊本来本身就可以表示未来时，你还可以加一个浊瓦引，这个后边加这个瓦还是加八呢？完全看那个后加字，是什么来确定，就是这个跟那个属格的那个跟法一样。然后第二个句子里头呢，咱们找那个划线那个啊，撒瓦引，撒瓦引，这个光要这个一个字母撒是吃如果前加爬是未，前加爬之后这两个字母就发生一个问题，谁是基字，是不是啊？如咱们现在知道是撒是基字，前边前加字是爬，为了表示撒是基字，它后边要加个啊，是为了就是告诉你哪个是基字，所以这个呢是这个未来时，未来时加引，这是比较标准的了，不会判断错误，也不用管这个句子里头什么意思，保证一判断就行了。咱们再看后边这个通瓦引诺，这个通瓦引诺，这个通瓦呢是喝，咱们正好啊书上有，翻回来55页这个倒数第5行，咱们来看通东动痛，喝水的喝，这个也是常用词了，咱们来熟悉一下。它这个呢是怎么个变化呢？是因为它有前加字啊，本来应该前加字啊是不变的，但是它这是个特殊情况，它全部给变了，是吧？强行给变了，就是强行把前加字去掉，都换成爬，换成那个就是合规矩的了。注意看啊，是前加爬后加撒，然后这个去前加，这个是合乎字诀的。但是它这有一个什么特殊情况呢？就是未过呢由送气变不送气了，是吧？这是一个特殊的，所以变成了东，东。其实呢通不送气就读成了东，就是省点劲儿就读成了东，它这是这样的变化。东动痛，命令式。好，回来咱们看这个这儿啊，现在这个呢就成什么？现在时，现在时加引。说现在时加引，那你怎么知道这个它不是未来时是现在时呢？它是根据这个句子的意思判断的。所以我说你这个建议在这回用的不太适合。那是不是说现在是加瓦引，就一定是表示不不是这样，不是这样，就是根据句子的意思。这个因为后边还有一些其他的那个相同的用法，所以最后一句也看一下啊，这个是东瓦引，这个东呢是这个打发去的那个意思，也是这个54页中正好看这些都是常用字，54页中东瓦引这个在这个中就是看到了吧？也是倒数第5个那个动词，
咱们也熟悉一下这个呢。咱们看它前加字卡，前加字卡呢，它也是一个特殊情况，叫咱们弄的是卡位不是位卡过爬命送气，它是这一套。东，这也是个非常常用的词，经常用啊。东当通是位卡，位变成卡，然后那个啊喔有那个有啊喔的变化。位卡过爬命送气，这个不送气变成送气，这是这一套。这个都得靠记了。慢慢的你就会熟悉这一套，就是位卡过爬命送气。咱们翻回来，这个看这个东洼，这个东洼呢是现在时，现在时呢，这个表示为什么判断是过去时？显然也必须根据句子的意思。现在咱们就来学句子的意思啊。你看有两个现在时啊，两个这个未来时。咱们先学第一句。吞咪牙，吞咪，这就是那个造藏文的那个大臣，叫吞咪桑布扎。这个他是松赞干布的大臣，松赞干布派了5个大臣入藏去学这个佛教的五明和这个梵文，学回来之后呢，按照这个依照梵文呢来造这个藏文文字，所以它是相当于汉字的那仓颉，相当于这个这是一个很大的工程了。吞咪牙就是说这个吞咪我，下边譬喻欲速，譬喻是藏这个藏地是吧？喻是地区了，譬喻是藏地。喻是中间啊，喻是对，喻是中间，就是中心地区，藏区的中心地区。我要回到它翻译就叫这个卫藏，就是中心地区。苏是这个拉丁，就是表示方向。这个卓是这个未来时，因为它是现在还在印度，还在这个印度呢，他对别人说吞咪，我要回到吐蕃中部去。我原来读那个博看来不对，那个查了一下字典，吐蕃这个吐蕃，番茄的番，番茄的番就是这个吐蕃番。譬喻欲速就是藏区中部，卓是去，卓瓦音，就是强调，就是我将要回到。他这说话的时候还没走，我将要回到。他因为是藏人嘛，我将要回到藏区的中部，吐蕃的中部。这就是这个一种这个未来式的表示方法。实际上它这个有强调的意思。吞咪牙，譬喻欲速卓瓦音，再看第二句，说牙塔伦，牙是我，这是米拉日巴说的话。牙我，塔伦，塔是现在，人是次数回数，次就是次回，塔伦就是现在这一次，现在这一回，这次，我这次。却给塞是你，给是的，塞是你看撒是吃的动词，加个撒就变成了名词食物食品，你的食品。这是有一个人呢去供养这个米拉日巴食品，他这个食品呢是有毒的，这是一个人指使他去送的，为了毒死米拉日巴。而且这个米拉日巴对他说呢，说你这次
我这一次啊，这个可给塞就是你的食品，黑米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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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是就是指他这个食品了，我不吃它，哎，米撒我不吃它，撒是未来时前加爬嘛，所以呢，就是这是一个直接用未来时表示未来时的。哎，他因为现在还没吃，他对他说：“我这次不吃，将不吃你的这个食品。”下边，丁索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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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丁呢，咱们也那个学过，它的最基本的意思是根底儿，就是这个底。就是这个什么东西的基础，根底儿基础，还有这个就是末尾，最后后者，有这些东西，有这些意思。这个丁索日是什么呢？丁索日就是这个以后，就是时间上的这个后来，以后，将来。就是丁呢有后者的意思，有后者的意思，所以这个丁索日是这个，就是将来、未来、以后，就这个意思。开小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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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咱们刚那个就是动词里头也出现了，是携带。就是那个特殊变化，咱们回来看一下啊，的复习55页中间，55页中间，我是不是看啊？55页中间就是第二组，第二组呢是一组非常特殊的这个，它怎么特殊呢？有前加字啊，它是前两个不动，后两个全去，这种特殊咱们说过，那个政委还编了一套那个词儿。就是这一组特殊的是这组特殊的呢，好像你看前两组，甚至第三个都有携带的意思，是吧？背着也是带着，携带也是带，带领也是带着，都有这个意思。所以这个，而且呢，都带这个基字都是咔。前两个呢，还有一个后加字都是ra，我就老觉得好像跟有道路的意思似的，那个，结果那个就是老是他有携带带着走的意思。咱们现在这个呢，就是这个里头的第二组，是吧？第二组，就是开，就是携带。携带呢，现在是看它是什么用法啊？开始现在是这个命令式，因为他对他说话嘛，米拉日巴对那个带食物的那个人说话。说这回你带的食物我先不吃。丁索尔就是以后啊，开就是带来吧，未来时用命令式。孝即孝是咱们也学过，孝就是来，过来，过来，就是就孝也是个命令式，孝直接就是过来，叫这个人过来。即呢又是命令式的这个语气词，这个即那个后边咱们会学到，就是那即什么这有三个变化形式，就是句尾它又做句尾的，就是命令式、提醒式。开是携带的命令式，孝是过来、带过来，即是命令词，就是。开孝记就是你带过来吧，以后你带过来吧，以后你拿过来吧。撒瓦因诺，这个撒是未来时，撒瓦因诺就是标准的，就是我将会吃，我会吃，我要吃，我将吃。整个句子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米拉日巴对这个带来这个有毒食品的这个人呢，米拉日巴这个有神通了，他带来他就知道他怎么回事，他就直接告诉他说
我这次不吃你带来的东西，食物。丁索尔以后呢，注意这个说加的这个然是拉丁，就是在以后的时间里，在以后的时间里，丁索是这个叫未来、将来，以后，加上然就是在以后呢，开消极就是带来吧，以后你再把它拿来吧。然后呢，撒瓦因诺就说我会吃的，我将要吃。这个带东西的这个人不知道怎么回事了，米拉日巴知道怎么回事。后来他第二次带来的时候呢，米拉日巴就吃了。吃了呢，米拉日巴下边那一句就是告诉他吃的原因。咱们先来看学过的这一句啊，这是个标准的加上一个词尾音的未来时，意思明白了，咱们再来读一读啊。雅塔林，却给谁？铁米沙。雅塔林却给谁？铁米沙。丁索尔开小姐。撒瓦因诺。这回我不吃你带来的东西，以后啊你带来吧，我会吃的。这是告诉他了，结果后来他就又带来了，咱们来看看他为什么要吃。缺三巴佐巴汤，阔不带那个阿 K 故意，阔是他，你我他的他，带上就是他的。三巴呢，三巴是这个，我看啊，如果把前加字爬去掉，给这个 sam 加一个后加字撒，就变成了心 sam 啊，不对，还要那个撒上面还要加枕包，撒上面加枕包就 sam 是心，跟这个词联系起来呢，这个跟三八跟心有关系是什么呢？就是思想、意愿。思想呢，有时候思维，有时候这个需要译成思维。意愿在咱们佛经里头原来经常被译为意乐，就是你的喜欢，你的意思，你想干什么，意乐，意愿，主要是这两个意思。实际上你也可以用现在，你把思想，你现在的意也可以根据句子，你的看法、观点是吧？就这个意思。意乐呢，这个有时候句子强调，像这儿就强调这个意愿，就是他的心愿，他的欲望，他的那个意思，他的意愿。左吧咱们也学过是圆满是吧？圆满是这个圆满他的意愿，就是满足他的这个愿望。满足谁的愿望呢？就是满足那个让这个人带来食品的那个人的愿望，就是想毒死米拉日巴的那个人的愿望。说满足他的愿望，糖，这是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说却给 u， 却是你，这个给是句格，就是在这个句子当这个短句子这个现在呢，这个却是主语，却什么呢 ？u 是宾语，是宝石，松耳石宝石。top 是那个谓语，谓语。top 其实 top 是什么来着？得到 top 是得到，得到。这个小短句子就成了说你得到宝石，是吧？你得到宝石，这地方就是一个短句子。你是主语 top 是谓语，宝石是宾语，这是很标准的。你得到宝石。七日是什么来着？是为了，七日是为了，
为了一共有4个那个形式，这是其中一个，其实是为了。这就是米拉日巴告诉这个人，现在我为什么要喝呀？有这么2个为了什么呢？为了2个原因。下边咱们先读完啊。通瓦银诺，哎，咱们刚才看了这个通呢是这个现在时加银，你看啊，这个咱们还讲前边的意思才能判断它啊，就是现在时加银就是表示现在时还是未来时，咱们看前面的意思。这个米拉日巴第2次这个人带来食物之后呢，米拉日巴对他这么说为了，其实是为了2个原因。第一个呢，为了满足他的愿望，为了满足他的心愿。那个人的心愿是什么呢？就是毒死米拉日巴。说为了满足他的愿望，米拉日巴是这个根本不在乎这些了，他这些事情他也知道，结果因缘他都知道。说为了满足他的愿望。然后第2个呢，糖和为了什么呢？为了你能得到这个松尔石，你能得到这个宝石。什么意思呢？那个人给这个人有许诺，头一次啊大概是没有这个许诺，这个情节我记不清了。反正第1次呢，如果吃了呢，这个人这个就是得不到那个宝石。现在第2次让他来了，可能那个人是怎么着，我现在记不清了。也许那时候他不吃，说你再给他送，你送了我给你这就假想一个啊，你送了我就给你一个宝石。这回呢，米拉日巴说这回我喝，为什么喝呢？第一个是为了满足他的愿望，这就好像那个佛一样，佛什么事不知道啊？佛什么事都知道，他那个因缘结果都知道，但是呢，该吃的吃，该喝的喝。你比如说佛要涅槃了，那个最后一个供养佛的那个他那个挖的那个蘑菇吧有毒，佛跟他说你这个蘑菇这个菜啊，你放到我这儿来，我吃一半，剩下的一半你去埋到院子里头去，不要给别人。他不知道怎么回事，佛吃了一半，然后他就去埋起来了。这个是有毒的，然后佛就吃了就肚子疼，走到那个树林，他就要涅槃。实际上这就是说，这是需要有这么个因缘解释，就这样显得因缘这个也合理啊。所以呢，像这些知道前因后果的人呢，他们会这样做。就是第一个，为了满足那个人的愿望，要毒死我的愿望；第二个呢，为了你能够得到宝石。为了这2个原因呢，我将要喝。你显然这个现在还没喝，对吧？我将要喝。他大概带了点什么水吧，将要喝。所以这就通往本来是现在时，通过句子的意思判断，它一定是未来时。因为他现在正在对他说话，一定是未来时。你看他的翻译，为了满足他的心愿和你得到松尔时，我就要喝下。他还没有喝，所以这个也是很好判断的。咱们来读一读啊。缺三巴佐巴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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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缺给 you top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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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话音咯，通话音咯，通话音咯，通话音咯。对，这2句这是这个意思连贯着的，正好咱们就连起来讲。这是这个叫未来时表示的第2种表示方法，它可以加词尾，加个什么呢？加个银。银呢，它前边有时候可以用现在时，银加现在时还是未来时，为什么呢？为了这个就是这个真切的表现这个话。你看那个这个米拉日巴说，你为了这个呢，我要喝，他为了说我一定要喝哈，为了说他就直接用现在时。前边还有用现在时的没有，前边用的都是未来时，这下边好像又出现一个用现在时的。他这个是修饰这个词语的需要，说的就是我马上就要喝，我就就是这个意思。下边看这个啊，缺讲空给重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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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缺是你，讲是也，空是他的境遇，就是空是他，空呢
加个啊就这个尊敬一点，空的敬语。空给是它的重度，重是这个什么呢？重就是跟前、面前、身边、身旁。他这句话的意思是，缺点咱们先不管它啊，这个因为它要跟后边联系。空给重度就是说他的面前，图就是拉丁，向他的面前，到他的面前，这个谁的面前就是谁的跟前，谁的身边。这个呢，如果用敬语呢，就是说对这个人比较尊敬的，咱们经常用叫阁下，就是这个意思。阁下就是到那个人的这个房子的门前的那个台阶下边，就是对这个人比较尊敬，不直接说他说他的那个跟前的一个东西，不直接指他，说你房子这个就是台阶下边，阁下来那个代指这个比较尊重的人，有的叫台端。你说空给空总共在一块指阁下？不，就是这个重，重就是叫面前，本来应该这个重的本意是面前，就是他的身边，就是他的跟前，他的面前就是指的这个空间。这个然后经常这个词呢就被用成敬语，就是表示就是实际上指的就是那个人。为了说咱们汉语也有，为了表示对这个人尊敬呢，不直接说他面前的一个东西，就是咱们那个阁下、台端，就是用这个来表示那个人，就这个意思，就是这个重就是跟前、面前，这显然就是一个比较尊敬的人的面前，说他的面前。注意啊，后边俺让给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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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俺让就是我自己是吧？让是自己嘛，这个我自己的儿子，我的儿子就是我的儿子，我的儿子后边啊，第一堂得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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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第是指的这个儿子的形容词。我的这个儿子，然后堂是和，注意这个藏文的和一定注意啊，它和都和前边的，和都是和前边那个，和谁是在前边放，所以是和我的这个儿子。deb 是什么呢？是结伴一起，这个叫这个联合，组合，这个。给他们拼在一块儿，汇集到一块儿，汇聚到一块儿，反正就是最简单就是一块儿吧，一起一块儿结伴，这个得呢就是这个之后啊，或者之后，或者咱们再回头再看，先看前面意思啊，就是说你也这个你和这就找到这个就是和谁了？你是主语，你和谁呢？和这个我的这个儿子，然后呢一起。这个呢也可以一般是以后。这个地方注意，你就根据这个句子的意思来翻译了。它也许是说。这个你比如说联合在一起以后，然后东瓦银，东是派遣打发，叫他去派遣，这是用现在时表示这个未来时，因为现在他正在跟那个人商量，说把他们派过去，把他们打发过去，用的现在时也是为了表示这个，就是说比较就是一定要去呀，或者表示就是这是修辞意义了。什么意思呢？这句话就是说打发去，将要打发去，打发谁呢？打发你，这是宾语了。刚才说这个主语是单独这个句子，然后现在整个句子呢，这个就宾语了。打发谁呢？打发你，你也和我这个儿子
一起，咱们打发他们呀，打发你和我这个儿子一起去他的面前，到他那里去，到那个人那里去。所以这个乃呀，也可以以后，也可以说呢，以这种方式，是吧？也可以说以这种方式，就是说去打发去呢，怎么打发谁去啊？哎，前边呢这个说明一些情况，所以这个翻的时候呢，可以这个就是根据它的意思灵活来翻。整个句子的意思就是主语没出现，谁打发没出现，出现宾语了，打发谁？打发谁呢？打发你和我的这个儿子一起去他那里。咱们看一下他的翻译，也把就那将，也把你和我的儿子一起打发到他那里去。弥拉日巴传里头的情节记不清了，这个肯定是到一个上师那儿去，是吧？根据这个用敬语的情况。这个怎么能判断出来是主语没出现啊？要一看很容易把这个你当成主语吗？这个你为什么不是主语呢？第一个呢，这个堂一定要有一个主格没有三。打发，对，打发是及物动词，对，没有主格，对，宾语不带主格，主语要带带句格，带句格。一个是那个语法判断，再一个从意义上判断，他这个堂和我的儿子一定得有一个人和他，是吧？否则的话，谁和他儿子一起啊？所以就是前边那个 que， 对，加上你那个就是语法意义的判断，它主语应该带句格，这个宾语不带，所以呢是你和我的儿子一起去他那里打发过去。咱们来读一读啊。却讲空给重读，却讲空给重读，却讲空给重读，却讲空给重读。俺让给谱，俺让给谱，俺让给谱，俺让给谱。第一堂得不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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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话音，东话音，东话音，东话音。我看现在是半小时，现在是6点多是吧？咱们我看再来一点吗？再来一点，你们累不累？还行。要累就歇会儿。我不累，咱们再来一点吧。这个未来时的第3种形式呢，还是加语尾。加什么语尾呢？跟那个刚才咱们学的那个这是未来时啊，跟那个学过的现在时一样对应。那个是现在时是加8日前，是吧？那个做的现在时，它这个就加什么呢？8日卡，就加那个做的未来时。这就是未来时动词加上这个8日卡，加上那个做的未来时。这个做呀就变成了一个助动词，一般加这个做的呀都暗含着一点能的意思，能干什么，一般都有这个意思。但是现在呢加上卡呢，一般就是一个强调一个语法意义，是将做什么，就是你一看卡这是个未来时，强调未来时的意思。所以呢未来时加上8日卡就可以构成这个未来时的一种表现形式。8日还是那个根据属格变化的那个。否定式用8日米卡，或者未来时加这个米卡就不要8日，不要8日也可以，就是什么米卡也可以。这是未来时的一种表示方法。加上这个呢它强调也好，这样对我们判断这个什么时就更确切了。咱们来看一下句子啊。你先把动词过一下。咱们把动词过一下啊。这回是未来时没有现在时了，未来时加这个做的未来时啊。咱们看头一个是大巴尔卡，你看这个大肯定是一个未来时了，是吧？它就是一个前加爬，所以未来时。大是什么呢？大这个一会儿讲吧，一会儿讲哈。咱们看情况，看第二句的是如巴尔卡。竹巴尔卡，竹这个动词咱们很熟悉，是完成，它前加爬
是未来时，未来时8日掐，这是未来将完成，将要完成。下边一个是昨晚掐，这也熟悉了，这是未来时，走将要走。下边一个是看那个横线上边的紧巴米夹，紧巴，紧是这个布施，11没说啊，那说咱们先说11啊，咱们就干脆说12吧。这个紧是布施，米卡是这个将不布施是吧？这个不布施。说这个注意这个紧是不是未来时呢？你看一下它的基字是什么呀？它的基字紧的基字是什么呀？爬，所以它的未来时应该跟现在时同形，对不对呀？因为巴啪麻这个前边不能加爬，所以它这是未来时。这个它这个就是后边后加字是拿，也不能加撒，对吧？所以这个的词的变化本来应该是4个全一样的，因为它的那个元音是 k 固也不变，是吧？所以它这个紧巴呀，应该是所有的那个所有的都是一样的。这是不布施啊，将不布施。咱们看11句的第11句的气味给我，就是走将走。第13句最后一句是国米家，这个国也是一个未来时，欠加爬米家，就是它这个简单，就是不包括现在时，就是都是未来时加上一个卡也是未来时，前边也是未来时，所以这个用法比较好判断。咱们来那个学几句吧，看看学到现在是6点20是吧？学一句吧，学一句啊，加深一下印象。第一句 ，K 给当 K 是你，K 是你的敬语，好像我记得，你的敬语。K 给当是话，语言话，说的话，当这也是个常用词，因为咱们佛教就是研究这个假名的嘛，就是研究话语言的，所以这当是比较常用。你的话，你说的话。Tenam 这个 te 就是指代词，就是指代前边你说的那些话。nam 就是复数，你说的那些话是吧？你的那些话，拉是这个拉军就是对于他了，对于他后边大板墙，这个大是什么呢？大就是那个考察，研究，这个探索，研究考察探索这个意思。这个名词啊，咱们用这个就做寻思。动词就是分析研究，这个考察观察，反正就是属于这类的。这个词呢，这个原形动词的原形啊是带哪弱的，就是不要前加字爬，加一个哪弱，就是它的现在时。现在时带哪弱，那个它的这个未来时跟过去时呢，虽然很规矩，但是呢，他们都不能带哪弱，就o，所以呢，变成了当。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的那些话呢，将要考察。这是米拉日巴上师对米拉日巴说的。米拉日巴不是学他们家那个情况吗？上师说你说的这个情况啊，我还要这个考察一下。后来就派了一个弟子到他家乡去看了看，所以这是这样的话。语法意义呢比较简单，就是大
也是未来时，卡也是未来时，更好判断。大巴尔卡就是将要考察，你的这个话还要考察一下。咱们来读一下啊。开给当提那么了，开给当提那么了，开给当提那么了，开给当提那么了。大巴尔卡，大巴尔卡，大巴尔卡，大巴尔卡。因为是动词，所以大把读一个轻声，大巴尔卡这样读，就行了。好，今天就到这儿。